感谢今日大家搁来到咱这个教会吼，甲李感谢家己文教基金会合办的这个家己沙龙讲座啦吼。今日真欢喜会当邀请研究咱其实嘛毋若研究台湾文教，不过重点是台湾文教吼的蓝点分教授吼，真欢喜会当邀请伊来甲咱说明咱当然咱可能生活中接触到袂少台湾可能台语歌啦吼，但是我想嘛毋若台语歌尔吼，咱的这音乐部吼，今日就要麻烦杨教授吼来甲咱说明吼，咱知影杨教授是叫做吼的这个音乐学的博士，了后长久拢是伫咧台北艺术大学的音乐系吼来这个研究教册啦吼。今日真欢喜会当邀请咱梁教授来，请梁教授吼来咱拍花钱吼，了解咱的台湾音乐文化，感谢。谢谢。有这个机会来，我真感觉真荣幸啦吼。但是普通较无咧用迄个台语咧演讲，所以等下我可能插咧讲。因为我物件创作做也是讲叫大家听音乐吼，所以就是刚讲就讲较紧的是对，我就完全唔台语。小朋友拢来听，你要听吼，所以安尼我就插咧讲，我就混着讲，好吧？好，这个有这个机缘吼，有这个机缘咧讲，就是主要是本册啦，就执行长，执行长吼，伫国立台湾图书馆，在国立台湾图书馆。有一个新书发表会，今年1月底有一个新书发表会，叫做《台湾文化关键词101》，101。那我是总编辑，其实是有足侪人呢，有10几位编辑委员啊。那这里有有54位的撰稿者，作者54位有30几万字，所以它其实是蛮大的工程。这个50几位都是专家，这个在有一个专任，我觉得专里面编辑的对吧？应该是讲秘书啦。那很多疑难杂症就是我总编辑出来解决，因为这个的不拢专家，那你发出去请人家写，他写的东西有时候不符合我们的编辑宗旨就是就要请伊改，比如讲阮的意思就是讲要年轻学子、现场教师社会民众要提供个可读性高的、随时可翻阅的，写伤难，拜托写简单的，是伊来写倒去，然后写足远去，拢全是甲科技的物件，甲文化、甲生活无啥搭，拜托伊改，伊就感觉无时间通改，所以咱就无法度用，无法度用，我就甲图书馆讲，无法度用，我建议你爱稿费照发，因为你无来出版，无来编出来，更真实的你袂使讲连稿费都无搞法，讲我们没有用，这个还好，这个公家大家都说它有稿子在，所以这个那写那边编辑本册那个大家报这本书呢没有在卖，但是你也使从网络上规本册拢会使看，这个就是你若准甲拍国立台湾图书馆一个本土资源中心。就会看到这本书，全文都可以。我拄仔就去创一个，我咧创一个插入雅文的所在那这本书就是讲是安怎会去编一本册啦。那我是教育部的本土委员会委员，本土委员这是一个任务编制啦，普通时也无薪水也无啥就偶然开一个会，有提案叫我回来。那很多委员就是有点被动，来规划我就来规划。你若无提案，他就没事，就没有知道讨论什么。所以我有几个较热心的，像我这个较基步的较基步就在想看，看要提什么案子那刚好有2、3个委员，原来是较热情的啦较热情就是讲咱有一个认识台湾的，我就讲认识台湾的教科书就有，我哪有编辑认识台湾？我就紧张，我就讲无啦，认识台湾20年前编的啦，即摆研究这20年研究遮尔多，是不是这研究有进入教科书？就是讲，敢若无拢一寡文物件，就开始讨论。光是讨论要不要编一本书，讨论了1年，因为以前因
每一个人的文化想法都不一样。科技的讲，哦，这科技就是文化，你内底有一个科技吼，哦，半导体啊，什么物的吼，科技的意思。其实 AI 啊，搁2年前啊，搁无讨论较像今年安尼啦吼。啊，历史的哦，历史足重要吼。啊，像我音乐讲也是足重要，所以我们觉得，爱编一本台湾美术、台湾音乐，但是不爱编甲伤难、伤专业，爱大家看有诶吼。所以这样讨论来讨论去。啊，我讲东传统的啦，宗教信仰啊、拜拜啦、戏曲啦，这个是其中一部分对。但到底要怎么样涵盖台湾文化？那当然，这2年无人有讲没有台湾文化。但是如果你们年纪跟我差不多，你们应该可以想象，在30年前，30年前，你哪讲要台湾文化，一定有人跟你打枪打脸。台湾哪里有文化？台湾只有区域史，哪有台湾文化？甚至于台湾史都没有。这个不是我真的在讲，在大概30年前，大家知道台湾大学有一个叫做音乐学研究所。当初那个第1任所长的时候，筹备委员，有找我去咨询，我去咨询。那他分好几次做咨询。那咨询完之后呢，有一位是在在美国教书的华裔的这个音乐学者，那他爸爸也在台湾用，然后他们请他去，那你讲你要开课，你这咨询除了你的方向，你要开课什么课程？你讲问台北艺术大学有一些台湾的术，我们有开台湾乐史的课程，所以因为年纪的那个第1任所长，说要把台湾乐史也列入这个课程里面。就被那个华裔的民族音乐协会的学家说，台湾哪有音乐史？台湾只有区域史，台湾哪有历史？哪里讲？那我那时候我没有在现场，我来的所长，我好一个担心。当然嘛，音乐史就是这个音乐学者不够努力，没有把它编好。当然有音乐史，所以呢，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就是说，那文化到底是什么？那中国人跟你们讲，什么叫做文化？文化。文化每一个人的那个认知都不太一样，在每一个领域都不同学科的领域还是有一些些许的差异。但是我帮他下一个，在我的序里面讲到，是人类在大自然环境中生存，在大自然环境中，一定在抵抗这大自然的各种的一些恶劣的环境。所以我们要盖房子嘛，对不对？房子盖完以后，我们就不是只有遮风避雨，所以会有建筑嘛。然后建筑这样慢慢传承下来，它就有建筑的各种的。这个科技啊，工法啊，什么的，所以建筑也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然后因为你处于社群，所以你处于社群，会冤家啊，会相抢啊，为了这个地上，所以大家都爱发表一个，不是讲发表，就协调各方面。所以这些人际关系啊、人伦方面啊，所以就变成有信仰啦，有伦理啦。那你上一代跟下一代这个之间，也会有这种伦理亲属的流传。其实它跟电影说。为了在环境中生存，为了跟人民、跟社群好好的大家一起生存下去，就是这样子产生出来的事物，有形无形的，我们就把它叫做集合体的许多文化。所以比较具体来讲，就是说宗教啦、信仰啦、习俗啦、知识啦、语言啦、文学啦、艺术、伦理组织等的集合体。那当然，按那刚刚讲，我们还要再讲那个说，它有经过时间的累积。你有没有经过时间的累积，那个就不是文化，就不见了。所以文化需要有一个时间的累积啊，需要时间的累积。所以呢，如果这样讲，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有社群的地方就有文化。那台湾当然有台湾文化，这是毋庸置疑。那咱起码这个现在是没有问题的嘛，小朋友来说，当然我们台湾人当然有文化，是不是？当然有文化，对，主要说回到这里，所以这本书里面呢，一共有10个领域，它101的总共有101条，10条。那这个概念这个我刚才想这个题目想做久了，因为一开始是说认识台湾啦，这个案子乐乐等，因为咱那个教育部案子，你那边警察乐乐等，那就不能要当书名嘛。所以书名的时候，我们就要许多的参考书，有懂文拢考架。所以我们要写一本东西，虽然是很通俗的东西，我们也要
到处找书来做这个参考书，都有一个讲，有一本叫做德国文化关键词哦，伊那么讲书，比如德国人是安怎创，买来都有翻译成中文就是德国文化关键词。看过好像我们不太适合，因为一条我写落落长嘛，写5000字，写6000字啦，无遮多啦。我好像也不要写太少，比如讲有一个裸体文化，结果我伫柏林10几年嘛从头提起哦，看男学生、留学生、男学生熊爱讲，夏天的时候到游泳池边，到那个山坡，山坡公园有那种斜坡的地方以前啊，大家全身光光在那边晒太阳不是说到海边就有遮起来，不是光红的乌啦，你也抬头抬起来，你哪样有一个太太，伊那个上身裸露在那晒太阳。像我大时来，我伫迄个阶梯式的那个阳台我们在5楼，然后上面6楼。我现在有一边讲外口阳台照我一下就下，无啦，顶头迄个太太咧甲我打招呼，伊在咧裸体浴，紧照了拍，我紧照了。他们这个也把它当作文化之一啦，请问德国的文化就是安尼。咱基本就是讲，那我们怎么样把传统概念的文化改纳进来？那我们这本册内面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说要把新的研究纳进来。我说这里怎么研究进来？第二个要有台湾的主体意识，就是说，不管你传统的东西，移民的东西，老祖先的东西，还是说你要怎么样在地化？要把在地化的东西放进来，就是一个浅显。因为你也看就是应该是。比如说最近，邦交部弄一个叫做戏曲，我们这个试点它也有一点类似，但我遐济啦，我无600条。你讲到国语，讲到70样，有的学者就是伊就看，我讲70样看较宋朝，你晓得吗？真厉害安尼文献我就甲伊讲，卖啦，咱咧国语才100年啊。免甲宋朝去，我70仔伫台湾安怎唱，就讲70仔伫台湾安怎唱，伊的歌词是安怎甲台湾话的有使，因为咱无人啥人看，当然是我甲伊唱上他也觉得对，因为就叫做台湾传统音乐与戏曲试点，表演艺术以及戏曲表演试点，所以基本上这版是咱有真侪传统的东西，那我们就从那个风土地理开始讲，族群文化这安尼讲，这17篇拢总有121篇啦，拢总121篇。我今仔日当然无可能甲你讲121篇，他讲我们其他大专场。那光是这个音乐领域，光是这个音乐领域都有10个词条，我连一个词条都没有办法在1、2个钟头内把恁讲完尽，因为迄无可能。所以我就爱出一个，抓一个，安尼其他人大家开讲，安尼听遮有啦。所以呢。对原住民的传统歌谣简单一点。那我跟大家讲说，所以有人要甲你问讲，什么是台湾音乐文化？我前面几年我头前几年体文化部他们委托我做一个学术研讨会，甲一寡咨询，这个那么真严厉嘛，对吧？文化部的官员希望我改做一个，当然是我一个人，所以我有一寡咨询会议啦，甲一寡大家人集合看有啥物爱。会使把它写成文字，他们一篇一篇报告给文化部第一个，我找的学者来，找的音乐家来，就甲他们讲，什么是台湾乐术？什么是台湾乐术？台湾乐术怎样？台湾音乐术是啥？过来讲，我术嘛，啥讲？台湾音乐，什么是台湾音乐？不过还好，册读了有够济听了有够济这个什么兵来将来土党还是兵来将水来土掩，水来土掩。他的当然，我看你什么地方？你台湾音乐在什么场合？我现在举例，你要补助的话，把你台湾音乐，你这补助，你也播种入行嘛，所以你要不要分后顺序？所以你要给他一个概念。要给他一个范围。好，那你如果要讲课程，台湾音乐史的课程，
那你要看你有没有中国音乐史的课程。如果有中国音乐史的课程，有西洋音乐史的课程，那你可以有一些东西挂在中国音乐史，挂在西洋音乐史。那只要是台湾音乐史，那你就把台湾音乐史相关的，你讲对不？其实我今仔日讲，小可跟台湾音乐史小可有关系，吼。啊，你若听你这里就三讲，我的意思先问你哪有台湾音乐史？啊，你若讲啊，咱要文资局还是讲要得奖？比如讲有传统艺术、传统音乐的奖，好，那在台湾，那它叫传统音乐啊。请问一下，京剧要不要纳进来？哦，我觉得这个可以稍微宽松一点。你若讲要鼓励这，你若讲叫做传统音乐，没有特别挂台湾的时候，那可以宽松一点。哦，啊，但是你若讲总统就职，你放送到全世界去，你要不要用台湾音乐？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有代表性的台湾音乐。你买放你的贝多芬命运交响曲哦，还是你的欢乐颂，好，你在台湾总统的就职典礼，虽然这个是名曲，世界名曲，啊，两一个除夕的时候、元旦的时候都要放贝多芬的第9号交响曲，好，啊，还不要紧啊，照样演奏啊。这个世界我们要跟他是，但是你总统就职典礼，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就职，你还是用台湾音乐吧？这个时候你就要清楚什么是台湾音乐。啊，我想基本上大家脑海里都有啥啊？对，我要放什么歌？啊，但是我今天大概小可要跟你讲，还没有办法包括太多，所以我今天小可讲就是民谣啦吼，啊，一撮民歌啦吼，啊，一撮新音乐哦，一撮的哦，大概是这样子哦，因为没有办法这样子。啊，这个为什么我会做这样的一个演讲？因为那个教科书啊，特别我们这边有小朋友，妈妈一定要去关心哦。那我们的教科书到底有一档台湾音乐？我跟你讲，我们大概只有1/10不到。台湾学校的音乐课的教科书里面，台湾音乐不到1/10，你们觉得很惊讶吗？但是没有人关心，因为我们包山包海，我告诉你讲，西洋音乐要不要？有啊，古典音乐这么重要，怎么可以不讲？所以他的课纲就包括了一个西洋音乐史。我的天哪，西洋音乐史从古希腊到现在哦，2000多年了，一起没让他够。所以一本课本里面就有很多西洋音乐。他因为呢，对音乐系毕业的，让他音乐老师的很喜欢担当，因为他从小学西洋音乐嘛，哦，啊来个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啊来个肖邦的夜曲，啊来个什么。单嘛，也被购买讲，它资料很多，西洋音乐史就是一本教科书来练的 CD 上网随便查都有，连乐曲解说作曲家的你都上网就有。那台湾乐没得出来，大家困难。然后还有人，光不能只有西洋音乐史，中国音乐史也要。啊，中国音乐史我们的祖先都来自中国，啊，传统的东西，南冠、八冠那种跟中国音乐有关，怎么可以不讲？当然要讲，中国音乐史要放进来。啊，国乐我们到处看到国乐也要讲。阿哥来了，好，阿哥说啊，我们现在有新著名啊，我们是世界的台湾，所以世界音乐也要讲哦，对，世界音乐讲，世界音乐有多少？印尼音乐也是，越南音乐也是，新加坡，他们给印度音乐也要讲，欧洲的阿尔卑斯山林的马麦克，还有世界音乐，好才加进来啊，泰国音乐对不？都加进来。啊，对哦，我们有这些这么新著名，所以这个也应该纳入啊。对哦，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印度来的、泰国来的啊，印尼来的，啊，台湾哦，那很重要，我们自己国家所以要挤压到后来，我觉得我讲1/10可能都太多了，好，挤压到后来的哦，流行歌比较受欢迎，所以流行歌加进来。我们不是反对流行歌，但是现在的流行歌它还要经过时代的那个考验才能留下，而且流行歌你必须要在教科书讲嘛，小朋友被吹得乌啊嘛。哦，那这个好不好？你一纳入教科书，就表示有专家改昆点，啊，建议恁专家研究昆点啊，有一遍，我今年捌做过迄个高中音乐课本的审查委员会主委，好，有看讲纳入那个周杰伦的歌了，啊，周杰伦歌你嘛知影，唱哦，调试的不清楚，哦。啊，节奏嘛就随意，啊，迄什么他打那乐理根本没办法加，因为它的节奏你没办法切。跟你们讲，你那个这16分音符，这32分音符，这还有附点音符，这
无法度变成讲帮你们好听得。这样到后来，音乐是没有学到，国文老师也可以上音乐，体育老师也可以上音乐，英文老师也可以上音乐，数学老师也可以上音乐，为什么？那个时候绑回去，好天歌词刚绑回去，小朋友今天阿姨要喜欢跳节跳，那我们学音乐要干嘛？回家吃自己啦，音乐不需要音乐老师啦，对不对？谁都可以的哈。所以呢，就是说多元文化要认识，当然要做，但是还没有学会啊，因为这些容量哦，所以没有卖多东西。国外现在学到很深。哦，所以我们这些都接受，但是咱是不是渐进式的？我们自己的音乐要先认识，好、它怎么样？比如说这一方面我们还很欠缺，怎么样去帮小朋友从小学低中年级、高年级，然后带到国中、高中，要选一些他们适合他们的音乐，让他们去那个。有来有人在做，但是没有系统性的做，没有系统性的做。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主要就是这样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民谣啦、早期流行歌啦，那还有民谣编曲像民谣编曲、艺术歌曲合唱家长。然后我们最后不要一直到9点半，好，那9点等下来做讨论，好，来做发问来看情况，我特别拢爱讲民谣，一定爱个来定义来讲一个，因为民谣、民歌，有的用民歌，有的用民谣。民歌其实有点从外语翻译来的 ，folk song。咱若台湾话还是华语，汉语拢讲民谣，拢讲民谣，无能讲民歌。你看你干嘛台湾讲民歌？干嘛讲民谣？好，那个民，那个歌跟谣其实歌跟谣这个相通因为基本上都有互用，所以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民歌跟民谣就是一样的东西，那它有什么区别？你硬要区别它可以，就是说歌是唱的嘛，谣是可以念的，但是谣也可以唱。谣基本上如果是本来这个字的话，它并没有说它可以唱，但是因为那个我们的汉语就是说，不管是北京语就是我们讲的国语，国语呢是北京话，不管是国语还是我们讲的台语还是客语。好像香港广东话都叫做 tone language， 就是声调语言。下面有这个声调语，我们自己在讲，我们不觉得。比如说我们讲，你今天坐货车来的吗？我为什么坐货车？我是坐火车来的。货跟货对洋人来讲一样的发音它只是高度不同比如说你说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你都听得懂我声音高跟低都一样。但是你说你坐货车来的，货跟火就不一样，火车跟货车就不一样。那火一个音高，对不对？如果你把那个音弄掉，它的高跟低嘛。那台语更细了，你说一下花怎么讲？灰，开灰，花那灰，所以你不会说你要去开花我不是要开花啦，我要开花啦，对不对？所以这个灰跟灰，为什么有些外国人讲的那个中文你听不懂？奇怪，但觉得很奇怪，我发音都对就是灰，我怎么样念都是灰，为什么你就听不懂？我要去开，我要去开花，你现在听无？现在你要去开花，你要去开花嘛？所以这个叫声调语言。那我们以前就是台语去用压变所以感觉讲台语就无水准，台语是很漂亮，就水的语言，因为声调有这个起伏。那这个起伏，我以前也觉得讲台语不好听，是安那？因为感觉讲台语声就低，你讲你若无讲起你个音唔对嘛。就像咱讲，你要开花，还是你要点火？点火就是较低你袂使讲要点火，因为我把声音弄得很高，我要点火，那不行，就点火，火声有低落来。那低了并没有不好听它就是这个语言嘛它就是这个语言。好，我们再来讲民谣跟民歌的这个定义，说音乐 from lore 的意思在哪里的意思？源自于民间的。源自于民族的，源自于人民的，叫做 folklore。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如果在讲
民歌的时候，讲民谣的时候，用英文会讲 folklore。那你来经过经典，要写 folklore， 啊，伊就是民俗风啦，就是民俗风哦，可能印度啦哈，它就是民俗风格的意思。所以这个而且民族舞曲也都会用 folklore， 哦，所以这个字的用法很宽广，而且就民谣、民歌都很记的哈。那民歌定义就是要一个组曲的歌曲，内容非常简单易懂，要的是该组曲的语言。所以这个民谣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再产生民谣？当我们改办民谣。那基本上也产生台北民谣嘛？不会，为什么？因为自从有了媒体、有了商业以后，民谣就不再产生了嘛。第一，我们到了学校，老师教咱唱歌，所以你唱的歌不是妈妈教你的歌，不是隔壁的阿婶教你的歌，咱基本上从学校。有收音机后，咱按收音机去听流行歌，所以较早阿公阿妈唱的歌，咱感觉咱就无去唱。因为有其他的歌，有其他的歌，所以都市化之后，教育普及之后，自然的民谣就不再产生了，就不再产生了。对，所以它一定是在以前教育不普及，没有商业媒体，哦，那这个交通大家都比较封闭的社会的时候，才会有民谣出来。像啊，唱歌是天性，每一个人拢要唱歌，敢若讲话咧。咱讲我刚才有免啊，小朋友几岁完2岁你天天得要认字才会讲话吗？不用啊，你要会看音符才要唱歌吗？不用你要说五线谱不用，还是要公尺谱不用，拢背嘛。听咱就要唱，所以唱歌跟讲话一样是天性。哦，千万不要说我们要唱歌啦，我五音不全，不会的代志。我们要有信心，打不动才唱歌。我们的卡拉 OK 就是建立这样的信心的，哦，建立这样的信心。所以呢，它又是跟生活很紧密，所以欢迎来你生命生活。咱今嘛原住民的歌，我们因为有在富裕，本来有一段时间嘛都没听，现在有在富裕，所以呢，目前的原住民的村子里还是部落里，都个在改遐有的歌，在特别在教年轻人，年轻人也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这做这些歌就重要，开始有我写出有那个语言啦。因为那个歌就是跟语言有关，那所以呢，你阿美族在海边、湖边，它就有捕鱼歌；你建湖啊，讲那个有除草歌；达悟族有船就有大船下水歌，泰雅族古早有那个除草的习俗，就有祭人头歌。我听到祭人头歌，那在祭人头歌，为了这个习俗不可以的时候，祭人头歌就不见了。但是因为有人把它录下来，所以他们现在还可以听到祭人头歌，那个祭首歌啦，祭首歌。所以呢，这个婚礼歌啦、祭祀歌啦，这都跟生活有关系。咱老中公看那个汉语系，我为什么用汉语系不用汉族？这个我想很久。我一直觉得我们用汉族，反正有啥的你来想讲，你不是讲原住民的话，你不是原住民族，你不是平埔族，那你就是汉族，哪有这样二分法的？对不对？你有人问我说，你是闽南人吗？我为什么是闽南人？我是台湾人。可是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问？因为他想要知道你是不是客家人。他喜欢你讲台语，所以说你是闽南人吗？我不是闽南人，我是台湾人。所以我们要有主体性，我们要把外来的，或者是我们的祖先带来的东西，要把它在地化，把它在地化。那这个在地化，可是你说汉语系，我就得讲有客家血统，客家血统是也阿公还是爷阿妈，可是他也不会再讲客家话了。你请问咱前李登辉总统，他也说一满是客家血统，但是都没调控，所以我以后会讲说汉语系。我昨天还看了一个，就说我爸爸是客家人，可是我妈妈是闽南人，然后我妈妈的那个什么，问来问去，你到底是什么人？其实认同不用看血统，我们有一个本土教育会的时候，我们就讲本土，所以认同有没有认同台湾，就认同这一块土地。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认同土地这些就给了，我再来这个讲。OK， 所以请问哪阵耕农的就有耕农歌，还是讲那个放苗条，那个去食条，
人家去讲调这，好，这都是很厉害，好，我想这个就是大家常听的。为什么我会也许听过演讲的人，如果在讲台湾的这个传统，很爱他们的讲的这好，咱来听听。哎呦，对是。那这个大声一点。你会听他其实又念又唱。你还说在铺遍，他好像在念，对不对？你还说在铺遍，而且还在念，然后我们才唱一下。他弹的是乐器，那个琴嘛，高东他们讲琴嘛，琴嘛。拄着风啊，这是咧唱咧，敢若咧念咧，拄着风啊，拄着风啊，把声音拉高一下就变唱。在我们学艺的他的声音，他的音准非常好，他的音准非常好。那我们平常都会拜访，看到前面说哦，做你在给我保庇哦，就是我反应到我们现在都那个是安尼，好，你看做安尼，唔知安那个哦，做爱保庇，祖先又爱来，哦，亲民保庇，祖先嘛爱保庇。台湾的后来啊，好所在啊。个啥把了的叫在啊。哦，你看那个声音很漂亮，对不对？好，这才就20分啦。哦，所以像咱前听咱讲到的，3、4、大家来听，不是干来欣赏呀？为什么这个录音会这么清楚？一般你若到现场去，但是现场来，你若到现场去，要风大头，那有可能录音就较好。就是讲，伊伫迄个1970年代，差不多50几年前，伊就伫恒春小报有名啦。都有一个教授，师大土木的老师，拄要去做田野调查。我听到伊咧唱，我那唱较好。结果林怀民伊说在开始做迄个云门舞集啦，许常委把他请来台北去。哇，这唱啊真诶无简单。佮这长山过台湾，这个词佮都真水呢。虽然真通俗，非常通俗，但其实是很漂亮。而且呢，蕴藏了一些地理啊、自然啊、海峡的故事。是安怎讲？所以呢，伊就甲伊请去录音室录的。所以真的是要感谢林怀民先生，请伊去，因早有过身啊，
去录音室录下来，然后放在他的古马新传里面。所以你哪跨过新传，容易的间奏曲就是这一段。好，这个你们要听，网络上都有，你给拍一个陈达唐山过台湾对出来，跟你什么会猜听。所以我因为有时候在那个教室演习，老师们拢希望讲，今日听听我两个使音嘛，唔免讲去买唱片啦，唔免讲去倒去吹啦，所以我今天放的大部分都是网络上的呀。这条咱甲看，你看，祖先艰辛，啥叫做艰辛？咱这台语较老，甲咱讲一下。艰辛嘛。艰辛。但是唱艰辛。但是我看法不是安尼，虽然我不是台语的专家，咱讲艰辛有一点是横着心的意思，就是这个恒心，就是说你想看嘛，你要过台湾。无按吼。你讲的迄个美洋是金瓜。美洋是金瓜。对。但是因为他是没有，伊无唱尖呐，伊唱夹啊。因为我有看网络上改写做尖啦，所以你讲点心，但是因为咧，点心的艺术，是安那叫做点心会啦。我不觉得他要来台湾是点心的，是横着心，因为厝内还有起色。因为足侪人拢17、18岁啊，活不下去，讲听讲台湾基因较歹，听讲台湾遐真好趁食，好咱去，咱唱听着就先过台湾就知影嘛。你要搞头袂老绑的，你要搞叶波面绑的，你是不是要稍微横着心走？其实没有那么坚定，好不好？他其实很惶恐，好不好？我觉得啦，这以外，刚刚我是从那个心境跟心情去想说。一个人要把那个家放着，然后到一个未知的地方，那个情况嘛，一个湖水高往那个海水盖就发现这个也非常好，因为咱讲湖水高就是它水很深，而且很危险，所以关险湖嘛。你想嘛，你要过去干遐有几个人过得了？他们好像曾经做一个推测，一代准过来，可能有一半人。因为水啦，还是风灾啦，过不来，有一半人过不来。高的时阵咧，那个疾病啦，适应啦，那个机体的适应啦，瘴疠之气啦，你有那山顶来，可能去拄着不同的族群，这种台戏啊，所以剩下大概1/3啦。所以大家会使想看嘛，你的祖先如果来这里已经300年你有就用。哪一个年轻人说伊身体无用，还拍生气，讲爸爸妈妈祖先来经过湖水沟，都经过这一代，我给你的是一个很健康的体魄，你身体不好一定是自己没有弄好。这不是，这是人光讲笑吼，但是其实是有一些道理，所以要鼓励我们的年轻人，说觉得身体不够强壮，要鼓励他们要好好锻炼，因为 baby 天生的一定是非常好。我炸的起来，炸的起来，老个一代，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好好，你看活到90几岁的人很多，对不对？好，咱来看家贵台湾，谁说相信看？哇，这一句有多好！所以我是从这一句去讲这个感情的，因为你看，你才台湾是这下面看，心里多惶恐啊，对不对？心里多惶恐，可是因为在福建活不下去。在山区里活不下去，冒险也要到台湾去求生活，所以湖水要过几点啊？湖水要过几点？愈有风开加落叶，而且我刚才有海山，很漂亮，因为那个浪太大了，像山一样，用这个海山的漂漂的心花口，然后那个景象就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歌跟那个词。唱出来的时候，我们去感受的时候，一安尼唱出来其实是声音而已，却会帮你把影像做出来。你干嘛那个影像说哇，但我们在谁之上看，海山湖心花口，因为我们在会怎去袂，是不是就渡不了这个浪？搁拄着红海咧加落叶，哇，当然看迄图片，青年对不？来鼓舞周生你就来海底你千万就唔当做红海到这里唱一唱，慢慢的用音乐来，台湾好来回所在，300年了的人叫山，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民谣，这个就是台湾的文化之一。
这个书香机，所以我觉得恒春这个地方应该台湾要好好把它建立一个台湾的指标，要建台湾，因为一是有海，它也有丘陵，海岸还有平原，它是海岸、丘陵、平原，拢有的所在。有落山风嘛，他们说恒春三宝落山风其中之一嘛。阿哥姐，他有原住民，还有客家人，他各有原住民，所以以这个所在。然后他们现在在找的时候说，5000年前这个考古填恒春5000年前就有人住了，所以恒春这样的一个历史就代表台湾的啦，好就代表台湾的一个族群啦，啊跟那个那种地理大自然地理啦海啊像，所以我只要去一个啦，啊跟看讲去，好，啊看你来去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民谣的这个哈，好，那民谣我请大家知我做讲表的回那。我自己这样研究，很代表台湾是当代文化。那美国很快，我也为了研究台湾哈，我去去研究一下美国的作曲家跟因的古典音乐。那若讲交响曲，刚刚真少人讲美国交响曲。啊，你若讲美国文化，你会讲爵士乐。那讲爵士乐，但爵士乐也不是美国本土产生的，一起非洲大陆的亚马逊。所以呢，移民在地化之后，在美国在地化之后，因为爵士乐是在美国产生的，因为很困苦嘛，做奴隶过来，受白人的欺压，所以他们产生出来的东西，这种律动的节奏，你的呼喊，你对你的信仰，让他们产生一个新的文化。对后，他们不是从非洲，人是从非洲来的，但是他们在地化以后，我这跟你说，美国交响曲有。拢走去澳洲学啦，是安那？因为美国人、北人过去嘛，足侪拢是低阶层的人嘛，工人啦，活不下去的啦，去冒险啦，去浙江啦、海盗啦，去招楼啦，台湾差不多啦，澳洲也是一样。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看不起这些人，这些人才是有冒险精神，才是有体力，才是敢某样叫有生存力就对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看的东西好像看起来是负面，反而是正面，反而是正面。所以我看美国的文化，我们要讲，有当大家讲去美国无啥物好看啊，无啥物，那个迪斯奈啊，那个人工的啦，人家欧洲多好啊，城堡呢，好几千年的历史呢。对，没错，当代的文化也很能够珍惜啊。他的祖先为什么把他的故乡几千年的故乡就放着，来到台湾变成一个新故乡？但美国人敢换，所以美国人会把他的美国的新疆当新故乡。我们的祖先很多人也是把这当新故乡，那新故乡我们就好好在这里好。所以呢，我们就先来讲一下台湾接受新文化，或者台湾接受西方文化怎么在地化变成感觉创作。那我们就稍微来讲一下这个。那请问，我不是17世纪就有吗？17世纪不是荷兰西外人就带来了西方的文化吗？很开始，因为200年的清朝制台把郑氏王朝消灭之后，也把荷兰、西班牙的文化也斩除了。因为那个时候最重要还是透过教会，透过教会。因为战争，第一个也不是只有清朝，郑成功就先把他们铲除了。郑成功来之后，郑成功没有几个月在台湾嘛，那透过教会的记录，看到荷兰教会的记录，当时他们17世纪荷兰的教会的人，他们蛮注重这个出生年跟去世年，列了几十个他们的去世年都在郑成功来的那一年的次年。因为郑成功开始攻打台湾的时候，到第2年收服了荷兰，大概那些40-50个人都在那个时候去世。狂啥呀？不是战死就是被杀死，然后教会全部摧毁。所以我们在追寻那个西洋音乐在台湾怎么样落地生根的时候，那个是断掉。郑成功的时候就断掉。郑成功郑氏王朝，郑成功是一个卫星啊嘛，那他后面就有一个给他铲除了啦。然后到清朝来把郑氏王朝灭亡之后呢，他的统治大概212年。这里有用啊，因为他前面开始战争，他开始改革那个这个
前190年是采取隔离政策的，你比赛带家眷回，好，他说移民大部分是单身汉，这个就不用讲了，我们看他这。然后1811年，因为人口不是每一年都有统计的哈，这我刚好也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找到的历史的资料，1811年差不多8高手瓦兰拿，好，然后1895年这大概是250多万，那时候人口的增加是蛮少，看蛮难哈，因为那个医药还不发达。那么怎么样西方的文明才比较大量进来，或者很明显的进来，在1860年之后，好，1860年，为什么1860年之后？因为满清这个，在跟西方的国家签《天津条约》是差不多1858年到23年来对了。那23年来对就是开放那个东南海岸的一个港口嘛。那台湾是在186卡板，好，卡板，所以186它才多那个，然后185到安吉。哦，所以在1860年之后，东南沿海、跟台湾的那个港水跟大道就是都有，才陆续开港。那么大家知影，陆续开港第一批来的传教士，同时来了冒险家，还有商人，海西这些力。所以如果在淡水起家的，你就得这些力了。常常是在1860年之后，常常1860年之后，所以咱的梨化街啦。咱的迄个淡水，一带也造就了不少有钱人。其实姜维也因迄个家族应该嘛是安尼啦，所以迄阵啊淡水甲厦门来往的，很多台湾人到厦门去嘛，因为北夜通啊，可能迄个亲戚啊都有嘛，所以好，这个时候呢，开始就接触传教士带来的西方音乐，就是说近年这200年等起啊，荷兰人离开之后断掉。所以咱的工业的音乐其实，这个也是在网络上的。那么在1870年代，就是说1860年开始的，慢慢的传教士来，那么他们开始传教士，其实你若讲马街是伊嘛是两三个月就有台语学起来，然后就真厉害。所以讲台语有遮困难，你若有心学的时阵，其实嘛真紧啦。无伊加拿大人，一句台语嘛袂晓，伊才2、3个月就用台语敢若呜呜叫啊，好。那么这个是当时的一个简单的语文对平常，所以有些人说这个高雄的在看过记录的英国长老教会在台南跟南部的主日啊、礼拜都有唱圣诗那台南神学也有列那个音乐课那都1876年。为什么特别讲这个？说1895年李布朗来之后，他在公学校就有设立那个音乐课，而且是西方式的。跟说教会比日本来的早20年，他们就把这个透过点因为它都没有线跟面就透过这个点，就开课程。加拿大的是马街过来这样重建逻辑学堂，这马街咱拢讲学所以它1844到19，其实马街比20世纪的贵星体20世纪的贵星体这个也是稍微那个他马街的今天唱这个。以他过世前最喜欢唱2首圣诗，他的全个圣诗会给我们。是演他的。我心敬听主耶和华。
个案，伊的旋律、伊的旋律啊，都是西洋的，但是有少少的几首是为台湾做的。好，告诉几条是迄个外国的迄个传教士吼，就迄个迄个吴牧师娘，咱讲伊叫做吴牧师娘吼。吴牧师娘呢，伊家己有地遐音乐，也要弹进去，也要写这个信息。咱来听这条，这条是真好听吼。你若欠规真是把咱来听这个。第317首。这个是做，咱有看到个 Margaret Ward， 这伊个名吴牧师娘的名。因为这做你有感觉这个歌词敢若较亲切，之前个歌词甜死的，我感觉敢若较无合咱台语的迄个，这个较合。间隙就是把和声带进来，因为本来传统音乐是没有和声的，对不对？怎么没有？可是我听到很多声音呢，但是呢，听到很多声音是很多乐器，它并不是不同的声部，应该无即款声部，是拢差不多同个音，小可无共无啥共款安尼，但是讲照迄个线条去走。这就是伊的创作，是讲新的创作，但是差不多按照伊那西方音乐圣诗，无讲足新的啦，差不多就顺着这个方式来写，这条就好听。看这条是3拍子哦，咱的传统的东西3拍子是很少。8、6拍子，我们再把它数是3拍子的一种正拍子，奇数拍子为主。这就是咱上开始时听到这。第317
迄个中老教会迄个，当然这是17世纪的了吼，而且这玩意真侪人知影，那小朋友不知道你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在17世纪的时候就有罗马命令了。好，那这个是呢，那个平埔族的，好，平埔族希拉雅族的，好，平埔族里面的希拉雅族的，好，这个是右边是希拉雅族的马太福音，这个你们上网就找得到。哦，迄段就是巴拉 K， 那两个巴拉 K， 好，巴拉 K 就是新港文书。那这个新港文书其实沉寂很久，无人知影，因为无人去注意这啊。那这是日本时代是帝国大学，就是台湾大学的日本学者啊，日本学者之前有一位先到希拉雅，就是在台南地方发现这个东西，那带回来去，会来研究这个。左边这个是古荷兰语嘛，古荷兰语基本上荷兰语有一点像，所以古荷兰语爱怎样啊？后来这之后记上这个村上直四郎，在1933年就改于发行出。因为你若敢若做研究的时阵，过来几学者看的嘛，咱大家唔知影，所以过来之后，你这两个学者呢，就蛮聪明。所以讲到这些，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学者，就刚才已经万谈，因为我们的政府虽然就是说，有在重视它的本土文化，但是它不够重视研究。变成说，我们研究的人要靠自己之力来做，而自己之力来做其实有限，因为我们现在。历史还有中央研究院，它都有基本上台湾史马上就完了，我们音乐史没有，所以我做音乐史的时候，我们音乐学者有没有用？音乐学者现在应该有上海，但是一部分人做西洋音乐，因为在音乐系要加西洋音乐史，因为你看西方古典音乐入门比较有多门，我们看台湾音乐呢就会有空位在这里。我如果来讲西洋音乐就会做嘛。我记得我在那个阳明大学，那时候还叫阳明医学院，那时候他们请我去开，因为我们是 gay 呀，我今年 gay 呀，就是很近，关渡的台北艺术大学，就在跟艺术学院，跟阳明的那个通识中心主任呢，请我去开音乐欣赏，因为我们的很多老师那种钢琴家，他不会给你开这种课啦，他自己练琴啊，自己开音乐会啊，教琴都，我因为教学科嘛。然后我也很有兴趣，所以那时候每个礼拜去帮他们上音乐欣赏，哇，几百人，然后我大概第1周就跟他们讲说，开一些就是古典音乐，开一些书单，就说这个我们这学期要上的，你们去借 CD，因为我 CD 的应该1990年，你们去买或者是去借，回家要听哦，因为你光是上课这样不够，你就不一定说能够进入古典音乐。就第2周。来一个医学系的学生，老师，你是不是给我们开一些那个音乐单啊，让我们回去听啊？我说你上礼拜没来，我上礼拜已经开了。这个嘛，听古典音乐，我们以后都要进入这个上层社会。那这个听古典音乐是非常必要的，这古典音乐的欣赏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我拍这个我嘛知，但是我来开这个课都不是要让你进入上流社会。你们不听古典音乐也是会进入上流社会，你们就是未来就是医生哈。但是呢，我就跟他说，听古典音乐不必为了要进入上流社会。我没有讲那么凶了，我就意思就是说，这个听古典音乐是希望让你有一些修养啊，因为这些古典音乐也算是世界的文化遗产嘛哈，我们都有一些音乐的素养去嘛哈。我今年公安那里。有一位算是认识的好朋友挺不错哦，我也是上街头的一个医生太太，有一次问我就说，哎呀，你问，你为什么课来？我在旁听的，我说哎呀，欢迎你来旁听啊。你为什么的？我必修课主要是开，因为他不是学音乐的，我说我主要的音乐课是准备在研究所，研究方法啊，还是那文献选读，你看太难嘛，因为给硕博士生，或者说一般有个人他不念书，他就在音乐上。我说我大学不开台湾音乐史，然后大家那背，还是很本土的，还是很本土的，我背。艺术都还改华罗赛，西洋音乐他在上西洋音乐的课，我开始要西洋音乐工作后的但是对，有人讲啊，就是说有人讲，因为我刚从德国回来的时候。那个外面请我去开那个古典音乐录影的很多了，
就开7个礼拜，那个票，我那时候30几年前，一张票350也不便宜哦。2个礼拜就卖完了，就是要上课前的1个月就没票了。好，那上台湾音乐那都要取得多钱啊，叫我没关系啦，就来上，就来上，就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我们有一群人觉得这个很有意义嘛。好，那我们看这个长老教会，就说在迄个年代，在100多年前，那就2024年，在100多年前，台湾还没有五线谱，对不对？就是透过长老教会，我们把五线谱传进来，把五线谱传进来。那么你说那个释字的这个东西，我们刚刚有讲到，西方的乐理，这边乐理，大调啊、小调这些乐理嘛，大调、小调，因为台湾可能有那个公词谱嘛，公词谱南管嘛，还是那个北管，弄那个公词谱。那公词谱主要以它无那个节奏不难听那个。那西方的乐理就很清楚嘛，简单多点，那个1拍啦、几拍啦、附点音符啦，1、2、3、1、2、3那样，那这都多像赶快还有和声的东西，那多有4部和声嘛，它可以配乐嘛，有钢琴啊，然后也有小提琴的，你一直那乐器还不多。但这个诗班和尚，其实都还没有讲到发声法，秀外的发声法，你怎么样唱比较高？因为那台湾是拢比较唱戏曲，那带来听你的灵官有修外听的早期的对不对？所以有诗班有合唱法，所以长老教会就在1870年就开始透过学校、透过教会，把这个传到台湾。但是就是大概有几个学校而已，你就让它北部啦、淡水啦、大概一点但是他们也慢慢的在传播这些福音，把圣事带回来。那么1898年、1895年日本人来了嘛，然后大概过2、3年，他们就开始设公学校。那公学校其实1896年就有，我记得我用北理有一个学校，它好1896就成立了，北理个就应该是。较早台北县淡水还是较倒位的迄个遐有学校1896年就成立了迄个小学嘛13年，小学我看是小学一专的小学对唱歌科我们从那个音乐科，我现在有促使的，不是我翻译的，我们有促使的一位，现在在日本那个教书的一个咱台湾查某囡仔比较，他在日本拿的博士论文是写台湾的音乐教育，在日本日本时代音乐教育，这本书我感觉真难得的他把迄阵那一个，那我也是看了这本书，还没有出版，现在在翻译中这个也是我的功劳，先翻够了的时候，我们在本土教育会的时候，把这本书，这本书很难得，刚才你读一下，还要翻译成那个中文，但出版社基本上没办法卖钱的。没办法赚钱的，谁要花这个力气嘛？就拜托本土教育委员工，我们看看部里面能不能出一点简章，这一本研究在台湾日本时代的音乐教育，因为音乐教育都不让被挂了，所以呢，他就这个也是我从那个资料来的，因为我第一先看到那个前面的翻译的东西那所以呢，就说唱歌独立有一个必修的课程，也所谓的唱歌科不是真的只有唱歌而已，当然有乐理主要就是音乐课，但是以唱歌为主嘛，因为在小学所以呢，就是说才知道说，当时日本人把台湾当做一个实验的地方因为这些唱歌科是西方的概念，因为你不，它是在明治维新嘛，明治维新以后，全盘西化，可是那个没有持续很久，但是影响深远。那影响深远的时候，有些人不是有些年轻人送到那个欧洲去留学吗？他的有关哲学啦、美术啦、音乐啦、军乐啦、作曲，学了很多东西他回来以后，明治维新结束了，这些人呢，这些人学了一生，都来台湾所以呢，他们20几岁，不到30岁，那觉得台湾是一个未开发之地嘛，他就过来，就很有热忱，就在台湾实施。所以呢，有几块建筑，欧式的建筑，就是那个时候20几岁，不到30岁的几块建筑师，这些音乐家呢就过来。所以当时在帝国大学，在中学里面有很多老师会拉小提琴，他们会把那个用社团的方式，所以呢，你的这个我都是从那些资料来的就唱歌科这样。那当时的歌曲呢是日本人创作，都是西洋歌曲。
因为用五线谱的东西，用那个大小调都台湾人还没有开始，还可能就只有圣诗而已，还没有开始。所以呢，当时都一开始的时候翻两个像那个一闪一闪亮晶晶，一直那音乐，这个音乐课本，我们早期音乐课本有这首歌，爱的有你的有请嘛，你们有请嘛，就有一些世界的民谣，透过日本这样传进来。还有，其实在中国那个时候，也有一些华人到日本去留学，所以呢，国民政府到台湾来说，也带一些音乐家过来，这些音乐家也是留日的，所以多个台湾的音乐家呢，刚好也能够一起合作，也一起合作，这把夹数比这个再说。好，所以呢，西方的音乐透过教会，还有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教育，开始影响台湾了。好，那影响台湾是音乐教育，那音乐教育大家就开始接触到这些，所以呢，1930年代是咱的现代的流行歌起来，那已经30几年，这个台湾的年轻人受到这个公学校，公学校有这五线谱啦，有这听这西洋的迄个歌，伊就开始讲，会使做曲，可以写曲子，可以写曲子，所以迄阵就是讲，咱的留声机的差不多20世纪初，迄个就慢慢输进来。输进来差不多有那个，歌剧选曲啦，歌剧咏唱调啦，比如这边蝴蝶夫人的美好的一日啦，还是什么那些很有名的歌剧的一个小曲，多好，一到差不多3分多钟。我不知道说这个唱片是为了设计在3分多钟，还是技术上只能做3分多钟，我不知啦，可能互相都有影响。所以当初的唱片这种人，只是随便上抓一下。冲一下场面，让我觉得当时的唱片，你知一片唱片几个人3分钟就3分多钟，少分钟的，有的有2面，大概7分钟。所以贝多芬的交响曲，还一直换啊，因为听这个交响曲还一直换这个，我们查一下，就是后来其实这个也埋没很久，就是说，后来我很感伤啊，就是说我在念书的时候，我爸爸妈妈的那个50年，在我们的教育里面是消失的。我们念的历史或者念的任何东西，都从中华民国、清朝完，中华民国元年，然后就1945再来。本来爸爸妈妈活着那段时间不知道是什么，那我们好像从来也没有去过问，结果那边是编后，那我们怎么念？讲乐写诗啊，什么？那个时候的学堂乐歌了，那有什么学堂乐歌了？学堂乐歌就在中国大陆的时候那时候弄的那个唱黄氏的，教我如何不想他了，还有一点像《满江红》啊，那以前高中的时候有唱过那个，我昨天跟我先生说，因为我们是学音乐的，所以有这个印象。我说你有啊，《满江红》也唱过。我说在成功中学，成功中学也唱过，就是高中的时候也是唱这些歌。也就是说那段时间对我们来讲是空白的，然后所以这些东西，这些什么那个时候的唱片哪有人管？没有人啊。那到后来，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后来有出土的这个这是我自己买到的这个唱片。那这个应该是2000年的时候，这些是1910年到1945年在台湾自己出的唱片，不是自己出的，在台湾发行的唱片公司去录的，所以1910年就有。那1910年我们还没有自己的创作，所以都是传统的东西。比方华语啊，华语这应该是1930年，华语1930年，我有在看，这有30几年的时间嘛那比较早1910年的是那样，八卦嘛，小曲啊，然后金调的是那个。可能是八卦内底，不就是京剧内底还有北管小曲、京调之山、南管音乐、客家戏曲客家看戏包括笑亏啊，笑亏用就是当然有对话处理的那这个是把它翻成 CD 啦，把它翻成 CD 翻成 CD 呢就我个手有200首，200首，因为几张唱片是1首或2首。那这是有心人，他们有保存下来，然后好不容易去申请钱，才有办法把它翻制成 CD。那也是刚好我们有这个才知道，一种多评审
所以足感谢啊，我来多做评审。他做评审呢，不需要，不对，是今天我是另外的评审，那时候做了一些评审，所以就有这样的几张唱片，他就可以听到哦，就变成我们再回顾一下，我的描述要安怎教啦，我伫美国也无学到台湾的描述啊，所以也是从头要学起，学到方法，怎么样来教我们学生，怎么从这些东西来弄啊，所以我们看到哦，迄阵仔时间就是那个传统音乐，在流行歌还起来之前就是传统音乐。咱就来讲讲，先会是流行歌啦，因为有人跟流行歌、跟民谣混在一起，流行歌跟民谣是不一样的，不要把它混在一起。只要听过我的课的人就会很清楚，什么是民谣，什么是流行歌。那我刚才有讲说，我们今天也要分享流行歌的民谣的编曲。那民谣的编曲呢，有歌星把民谣的编曲编成像流行歌一样，所以为什么大部分的人会混淆？是因为他把民谣像迄个丢丢档啊，还是乌雷歌啦，还是苏香机啦，来编成跟流行歌很类似的风格。所以大家讲这个民谣啊，就听得跟他流行歌的，最主要是这样子这无可厚非啊，这个没有关系的音乐好听就。所以呢，那若要讲流行歌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条件就是它是商业目的，那民谣没有商业目的。所以民谣为什么比流行歌的价值高？因为它是很自然而然产生的。那如果唱得不好，都淘汰起来了。自然而然就是大家喜欢就一直传唱，一直传唱，就是这个价值是经过很多人改昆连的嘛，所以它留下来。那流行歌其实流行歌到后来，它如果几十年之后，它也变成一种经典，那也是很有价值。可是它就是流行歌。流行歌还是有价值，不是说流行歌没有价值，还是有价值，但是它需要经过，经过真侪人请，真侪人淘汰，所以当时的那个是以商业为目的，然后呢，请人家来编创，所以说我们作词者是谁哦？作曲者是谁？但是呢，那民谣就较无啦，拄那个陈乃是因为有人来录起来，可是他也没有说是词谁说，就他做的，那他也没有去申请著作权啊。对不对？所以民谣就是说这样唱，某科也可能是他听别人唱的，这个我们也没办法说的。也有可能他听别人唱把它学起来。好，那么这个是流行歌。那我们看一下，就是流行歌在1930，这我在讲后记，就是说1930年代的时候，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说本来一起卖唱片而已，本来是在卖唱片，可是卖唱片就是卖日本的儿歌啦，卖日本的。卖那个西洋的什么选曲啦，然后这个博野呢，博野正式都伫台湾的是根本台湾人嘛就这样啊，那就里面一寡的传统的东西啦，其他地方你看，日本1914年的一个时代曲也是流行歌啦，中国也有啊，中国在1988年的这个毛毛雨这条刮出来，你的用它应该来开拓一些新的听众，新的。这个目标，你说他在听传统的，也可以听听时代曲嘛。就是讲，伊的意思就是讲，有一条叫做《乌鸟田径线》，它没有卖得很好，没有卖得很好。其实这一条应该是最先那个，但是没有卖得很好，所以就变成它不是一个流行的流行曲啊。这个是这条歌啦，我是这条歌应该大家知，你知影这条歌也就是，我台湾大家都知影。那我们实在复习一下，这个是日本上海来的电影啊，那上海来的电影就要宣传，那就刚好找到那个博野正式他们的公司啊，那帮我们宣传一下，所以他们就做了这个《桃花泣血记》那我们听《桃花泣血记》，能不能放？刚好没有插入，刚刚这个忘记插入了，来跳出去一下。跳出去一下。我让你们听一下，说那个时候的那个声音是比较属于那个戏曲的唱腔，就是不是像咱今摆咧唱讲用本嗓咧唱，那还有一点点唱国语，早期唱国语一般那个桃花泣血记。这是原因所以会有点闭嘴声，因为那个是转录的。
这个曲子，它已经可以猜不出来，它是有切分音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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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从这样唱，然后听那个声音好像有点闭切这样，因为这已经转录好几次了哈，当时那个网络上还没有，我就已经先转录了，所以你以前吉祥，好，它不是我们像即摆咱咧听江蕙，啊，就像那个在唱台语歌那样，啊，有点那尖的声那哈，啊，那个时候的大概都是这样子，好，可是很大嘛。那我们现在就说，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样。我年轻的时候是不听流行歌的，我是操皮，大学生哦，会哦，hello， 来唱一下英文歌嘞啊，那个年代男生就喜欢听那个什么乡村歌曲，哦 country road， 像那种唱歌那样，就好像不屑听这个台语歌。啊，其实呢，这个时候的台语歌。那个是高级的人才得听的，为什么？这样一张唱片，它还分级，5毛钱、1块钱跟1块半。那你知道那时候的老师大概多少钱？我另外看小说，他们40块啦，40块哦，45块，15块，哦，那更正常，15块你要用1块，那这个1/10耶，那等于你4万块的那要用4000块去买耶，对不对？差不多是这样，我还帮忙减半，说大概用我们现在的1500到2000块去买一张唱片，2首歌。留声机更贵，留声机是进口的啊。那你想想看，如果家里不是做生意的，不是这个比较有钱的员外做官，你怎么买留声机啊？那留声机你又不是买一张唱片就好，你点买呀，要不然没有歌可以唱。啊，你若讲留声机想要叫人来听，那总不能一天到晚放那首歌吧？你无新歌，所以你要点买呢。点买你不会六级，所以他一定是有钱人，而且还有那个品味的人。他没有品味，有钱人也不一定我钱收的偌好，我想要去买唱片冲起来。所以他是要有品味，家里要有钱的人。所以当时的歌星是很了不起的，他要歌唱得好，他要打扮得时髦。这我们都上网看得到，都很知道。所以就是说，但这段历史我们都被消灭了。在过去一段时间，在我的年代都被消灭了。所以我们在讲说喊圣诗，然后呢，开始那些传统的东西做成唱片，然后做成唱片又开始一个新的东西，就是这样。那但是《桃花泣血记》还不能算我们台湾的真正的文化，因为它是为了一个上海的电影去宣传的，所以它其实还没有很在地化，而且还有来意为情啊那样。不过它也算是历史上的一部分。就是我刚才讲的，你要讲台湾乐史，你要讲什么？你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因为它是一个历史的一部，我当然要讲啊。但是你如果说我们现在代表台湾要出去，你没去《桃花泣血记》嘛？是不是？如果说我现在要一个合唱团要出去，然后我要代表台湾，你唱《桃花泣血记》干什么呢？对不对？因为它没有背后的，虽然它也蛮好听的，那它没有背后的故事可以叙述这块土地的故事嘛？好，我们再来后面就有叙事台湾土地的故事了哈。那这个我就不讲了，因为这个你们大概知道。那这个青春酿这个就也还蛮好听的。我想以时间关系，我想放后面的这个，因为这基本上都听来歌我就这些就不放了。可是在歌词都很，我其实通常放这什么？我跟大家讲，日本时代的歌没有都是悲伤啦。几干说，好了，日本人被日本人欺压，所以你看那个台语流行歌可是雨夜花，然后靠离啊，想你听这个青春的是1939年呢，是快乐的很呐，对不对？青春要快乐的很呐，所以在悲惨的时代，还是有好的歌，还是有轻松愉快的歌，因为大家需要轻松愉快。这个我们在研究，我在研究这个创作者、作曲家你说那个莫扎特，你知道莫扎特他其实也很悲惨，他从那个小时候都是天才儿童就是爸爸那传去学去探钱啊，然后他后来17、18岁，他想要有一个工作的时候，人家就因为他又个子小嘛，他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天才儿童，在我们现在觉得哇，作曲家天才儿童不得了，在以前是当杂耍。杂耍是怎样？好，手放在钢琴上面，用一个布把
键盘站起来弹弹看，哇，好厉害！他们是在杂耍赶快，对不对？跳高跳低，翻跟斗，在钢琴上弹就是类似这样子啊。作曲家以前是没有地位的，可是他自己也很有自信嘛，也很有自尊嘛，他觉得别人也做不来，他又会创作，他不是只是弹钢琴，所以他需要有一个职务嘛。结果呢，因为他很有名，所以都到王公贵族的宫廷里面去演奏。我们看到那个土豆是穿得很漂亮，爸爸给他打扮得很高尚、很高贵上。可他需要一个工作，他需要去发挥他的才华的工作。结果他每次去，那大家最好就赏一个金表嘛，对不对？那金对你一般的人来讲，金表不得了。有一次呢，他又到一个爸爸要带他去一个什么公主还是哪里去，他就把他的金表全部别在他的衣服上面，因为他不是讲说拜托不要再给我金表，用这种表示，不要再给我金表，太多了。哦，所以他其实是，然后后来就，跟那个萨尔茨堡的大主教又不和，又被辞掉了，本来在大主教，然后就变得没工作，没工作他就只好去，弹钢琴，他写了很多协奏曲嘛。好，那时候写了很多协奏曲，但他自己演奏就有钱，还写了很好的歌剧。他写了很好的歌剧，只拿一次钱嘛。你再演2个月，演3个月，赚的钱都不算他的嘛。就那个年代，所以他其实是很辛苦的，非常辛苦。那可是他的音乐是不是都很快乐？所以他很辛苦的时候，不一定不写快乐的歌啊。这个大家要清楚的。你很伤心，你不会整天伤心嘛？24小时都在伤心嘛？对不对？你也不会整个月都在伤心嘛，所以他一定也有开心的时候，也有开心的时候，所以不能用这个说因为他写在这个歌，所以他这个人一定很悲哀还是怎么样？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所以是刚好顺便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听几首日本时代很开心、很快乐、很好听、很轻松的歌，知道说不能用几首伤心的歌，就用把它变成形容说在日本人统治之下，台湾人都是你看这个歌就知道了，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但会有一些影响，比如说以前的靠调啊，现在几乎都不流行。可是不流行不表示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人都很快乐啊，是不是？因为很多人悲苦，那说都没有靠调，所以所有台湾人都很快乐，也不是这样子嘛，对不对？不是这样子嘛，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就是说当时的这个流行歌其实我们刚才听的那个我没有让你要注意一下，那个都是 live 的那个不是用 MIDI 还是用什么机器去做，那个都是 live 的 band 去伴奏的，所以当时的音乐家都是很强的台湾的音乐家都是很强的，可以那编曲有的是日本编曲的日本编曲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所以当时的30年代的那个音乐其实是很有水准的其实很有水准，只是比较少人研究这样好，那所以我就统筹一下跟大家报告，就说。当时呢，就有专属的作词人作曲，听说他的词跟词给的稿费非常高。他不是说你大卖才那个，你只要写的词，他那个唱片公司用的有没有大卖唱片，就会给你很好的这个酬劳。现在已经很限制，所以为什么我说当时因为他卖的费用很高，那是有钱的有那个，那他们也请最好的作词者来做。因此呢，在研究之后，大家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时代的那些歌很好，而且可以留下来，一直传唱，都可以再值得研究。那时候你要有专属乐团，现在来想不是贵死了吗？专属乐团呢，你要养那个乐团多贵所以维也纳啦、皮纳啦、维提罗汉啦，还有洋乐，一种叫做洋乐，不是叫就是不叫西乐，我们现在叫西乐，以前叫洋乐。那我们现在叫国乐，以前叫汉乐，汉歌跟民歌好，所以当时也看国际的那个，世界性的流行歌也是有接轨，比如说他们以舞曲节奏为主，就是大家听听流行歌也是希望欢乐一下，发出那个情感来了当然当时的市场取向，要不然邓雨贤是客家人啊，他的母语是客语为什么都写的？因为当时是以市场取向。那台语的人口比较多，所以就是主要都是写台语的。那这个都有，哀乐的也有，轻松的也有，欢乐的也有，都有。好，那这个大家也了解了，在黄明化时期的时候就背记。好，那我们就要来这个这个你们都知道吧？就是当时那个因为
皇民化时期，这个也是要讲一下邓禹贤的无奈跟哀怨嘛。我们也不知道说他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因为好像也没有人在他家里的人也不晓得说他到底后来为什么就生命就走了，这么年轻就死了哈。那当然可能营养不足也有可能啦，不准熬喝饮啦哈，可能种种的原因了哈。好，那这个唐其夜雨，因为这个也是很晚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唐其夜雨这个日本人就是邓禹贤。这讲日本名字，哦，他的日本名字，哦，那像这个什么乡土部队勇士的来信，哦，也都是日本人写，原来是邓禹贤写。那我们来放一下这个这段音乐，哈，好，等一下开那个翻色姑娘。这就是日本人也会当的那个。所以他当时应该是被迫要写这个进行曲嘛，因为韩语歌不能唱啊，你写了也没有用啊，也没有收入啊。翻色姑娘啊，那个翻色姑娘也是他写的，就是后来因为那个旋律就是18姑娘一朵花一点，好，一两姑娘嘛是正公瓜，然后往下下，往下下。1939年，哈，这个唐其夜雨是邓禹贤的。好，其实放这首歌哈，也给大家知道，除了我们去回顾一下说，以最原始叫 original 是一个当时就是等于有点类似统战歌曲，我们讲的就是像统战歌曲，它就是用那个翻色姑娘，然后来这个就说她怎么样啊，就是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称赞那个姑娘，在深山里的姑娘，其实一种怎么讲？就是战争的时候去写的他其实要鼓励这些人要上战场，然后就说哦，你看姑娘怎么样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就像他们拍电影的时候也是，拍电影的时候呢，也是拍那种什么中国男子跟日本军人跟中国女子的恋爱故事，这也其实也对日本人也是一种统战，对中国的统战，因为他们是在侵略中国嘛。侵略中国，所以就说，你看，这个两国都这么亲爱，透过这个类似王子公主，就是去关啊，跟当地的姑娘啊发生一段恋情啊，
而且大家不知道以为在看电影，其实被洗脑。哦，所以其实戏剧是很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啊，很有一个力量。好，那这个我们就先。那我觉得这首歌是很代表台湾的文化，然后它还有一个背景的故事可以讲。哦，那背景的故事，这个有听过就是听过，好，也不少人听过。那这个故事是这样，就是说天海跟他修去挖，那可是呢，他这个在1947年之后做的。就是228事件之后，那吕全生他呢是经过228，他是从日本时代经过战争，他被日本人看不起欺负，然后在广播电台又见到了那个外省人，哦欺压台湾人，可是呢他性情很平稳，哦他也很聪明，哦他228他没有卷进去，哦他没有卷进去，所以他的一些同事广播电台传说后来都被抓了，哦他就很小心。可是呢，他也不妥协，因为一直台湾广播电台，这个被接收之后呢，尤其228事件之后，每一个人都要加入国民党，他拒绝，后果是什么？走路，葡萄，他可以这么坚定，他看到整个的那个混乱啊。可是因为他的同事是外省人，又人很好，那同事可能也是跟音乐有关的，跟广播有关的。文人嘛，是军人嘛，哦，那所以他当时228的时候，他也保护他的外省同事，哦，回家，因为春节期很乱嘛，哦，然后后来他绝对不肯加入国民党，所以他那么好的一个音乐家，他没有在公立学校，他在实践家专，后来在实践家专，然后农信儿童合唱团也是，哦，他从那个台湾广播电台出来，那时候还没有成为中国广播电台，中国广播电台是1949。就是中央政府过来之后，那一段时间1945到1949，台北放送局改称台湾广播电台，到1949才改成中广，那他就被 fire 掉了，可是被麦克被 fire 掉，你就没办法继续就波涛了。后来是进修女中，哦，进修女中，哦，这叫你站了一个音乐家，他是2千音，进修女中专业，那当然后来就是。国民政府带来一群很好的教育人员，好，很好的教育人员。我在彰化女中也碰到几位老师都非常好，他们是绝对不加入国民党的，就是一个江西人，一个湖南人的，我的口音就哪我们很喜欢啊，因为地理老师也很喜欢，他们就永远当不了官，连图书馆、高中的图书馆馆长都当不上去，不然以那时候的教育人员，他早就当。省女中的那个校长不肯加入国民党这个方面，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那个外省的文人是很有 guts， 很有那个修养，好，那他就是这样，然后他后来有进入这个去帮忙编那个音乐课本，好，那这首歌是怎么样？跨开始修猪瓜了，那他是看到说是228之后，外省跟本省就变成大家像仇人一样。他觉得说那个是一个政治上跟时代上的悲剧。那人民在一起，哦，也不是每个人都欺负台湾人，也不是每个外省都欺负台湾人，那也不是台湾人都恨外省人，哦，所以他觉得做这首歌，希望大家朋友等一下无疑论，要考虑的意思，就是意思就是说，大家社会，他用很简单，因为这个是一个那个陈大宇写的歌词啦，好，陈大宇写的歌词，那。他把它写下，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唱的，那里，好，在这里。所以这个歌写得很好哦。
修军歌啦。那当时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他们要去巡回，加上留日的音乐家嘛。那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学音乐的更是家境很好，很有修养，很有教养，尤其女孩子唱歌的，那个一下去聊聊，我同行的一个女声乐家说，那别唱这些修军歌啦，不会啦，玩这条啦。陆战舰，唔通唱这条啊！咱这是要唱迄个歌剧选曲，唱艺术歌曲，啊，个日本歌嘛，一条唱迄个什么小酒歌，讲家抵制啦，讲坏，吼，我伊嘛真硬咧。伊讲我这条都毋是干那咧啉烧酒啊，我这是有意义的啦，吼，讲。好，你若买这条，我买对你去啊，我伊嘛真硬啊，讲，伊讲伊不爱参加啦，我说江在那里，很多人出来打圆场去，伊讲。无你家己唱吧，你家己唱，其他人都无迄个啦，就协调以后就去唱。所以这首歌的就讲，像这都是声乐家，这都是正式学生的，几乎每一个声乐家都很喜欢。但是这首歌都袂使唱啊，雄伟豪放，这个是那个伍佰玉写，他唱的还不错。另外我看有一个刘德的那个马来西亚的演员讲迄个台语，他也唱得很好，就是你不能太那，另外有的会像我刚才这个讲修剧讲啊那个就不太合适，因为它是有一个比较严肃的议题在后面，就是唱的有一点豪放，但是不能太过疯狂的意思。这个我就觉得说这个歌写得很好听，这个台语就是它的台语没有倒韵，可是呢这个歌又写得很短短的，但是很有意思，很有味道，就在音乐上它是很好的。那歌词也不错，那也没有倒韵，所以是算是一个很代表性的歌。这个大概每一个音乐家都很肯定它了这咱过来唱这条叫做台湾的音这个也是很代表我们的台湾的那张学友这个谢安康老师是一个儿童文学家，但这条多少就那这个也是很代表台湾。那这个是在还没有解严干嘛？对。就是在学校已经实施乡土教材，可是很多老师没有台语歌可以唱，所以委托这个台中教育大学的教授，他其实研究国语，他并不是真正学作曲的老师，但是因为一对国语的歌所以他对那个词啊音乐他很有 sense 所以这首歌写得非常好。其实很简单，一个 A B A， 好现在回到 A， 好中间那个稍微快一点，比较活泼的是 B 嘛，现在变到回到 A 了，那你就觉得那个来往跟他建个比例，他变个
海上在摇的感觉哈。这个年轻人这样有一次那个建国中学的音乐老师就跟我说，学校举办合唱比赛，他们那些男生，高一和高二学生就选这首，当做他们的指定曲，就是比赛的曲子。我就觉得像总统就职时就应该唱这首歌。可是对这次的那个我就很亮，我还是要讲，唱流行歌 OK 啊。干嘛唱爱呀情啊？这个干嘛的？总统就职时候根本不需要唱这个爱呀情啊，这样的情歌啊，对不对？你在别的场合唱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有很多更代表，另外在啪啪呢。好，这首歌也是我觉得是一个代表台湾当代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光是这个诗哈，这是李明勇的诗，萧老师写的曲哈。嘿是什么声？嘿是咱。土地闭开的声，迄是咱兄弟在喊的声，迄是咱姊妹在哭的声，迄是啥物啊？迄是一粒一粒星落落来的影，迄是惊红的目睭，遐伫伊的影，伊是月明规矩上红的影，咱来直接来唱听哈，因为这上面有歌词。好，这是回顾921大地震。好，这个当然不需要在那个总统就职，但是在9月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唱这首歌？我觉得全台湾都应该来唱这首歌，写得非常好。我这首诗呢，就把那个伤后化成希望，所以有新的声音，有新的影子，把这个希望放在前面，所以它也不是一个哀伤的，就是往前看的。这是一个业余的合唱团可是唱得很好，在高雄的那个台湾合唱团。把山羊之歌变成希望的形影他用声音跟用
形影来构成这首诗的一个主要的意象。这个是。那我们最后来听一首那个也是李明勇跟萧范合作的《玉山颂》啊，这个我们在网络上可以找到，这个就是大家只是说那个他没有安上歌词，有点可惜，然后没安上歌词。好，这个是它的背景哦，那我们就直接来听，这里我把歌词就写在这个上面。这反而比较专业的歌唱，而且这个不容易唱，这首比较难嘛，而且配合交响乐，可是很美哦，这首歌很美，有点像玉山的鸟叫声啊，在山林里啊。先有一段前奏，营造那个山林里面哦，就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画一样。那萧汉兰就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从小就是跟教会，不管是诗班啊，还是钢琴啊，他在昌隆中学也是，所以他用的有一些是教会调式的这个音阶，那透过他有这个天分，所以他有很美的旋律，像这个就很美，那个有的旋律都很漂亮。然后他不会用你说这个诗源来讲，他有时候觉得这个词、这个音乐要多唱2次，他就会把那个几个那一段多唱2、3次。所以诗跟歌是相辅相成，但是不会被牵制。作曲家不会被诗牵制。好，那诗人也要有很宽敞的胸怀，就是让作曲家发挥。现在还在唱第一句，那就再反复一下。现在才第2句，开始刷电。
又回到依据了，监管的所在。现在第4句阿育山，有山啊。你这有较长吼，这边9点半开始。卫生这讲了伤久。好，我们就先听到这里哈。那这个也希望大家能回去的时候可以上网，比如说家里有大电视啊哈，还会使听一下。这个简报我会送给，我就是交给这边哈，还有歌词在都一个字一个字打的。好，那咱今仔日看这就是讲，本来我们老婆咱这，我尾后讲愈紧头前卫生纸，歹势，咱即摆我无就看大有啥物问题啊，有一条无啥讲过，有囡仔我即摆大家知影，就是讲，即几条就是讲咱按上早期的迄个民谣，就是看着土地了。我觉得认同土地是最重要的，所以不管你按倒位来，你认同这块土地，因为一点看认同这块土地，这个土地出来的有啥物病，啥物，迄个山川水果什么的，拢是这个土地长出来的嘛。所以你认同血统干什么呢？认同血统不好啊，不是不好啦，就是说土地比血统还重要，这是我自己这样的感觉啦哈。我们讲到音乐的时候，就说这个歌第一个要写得好。写得不好，你歌词再好，你心在爱这个台湾都没有用。所以，我们艺术东西还是你要写得好，要感人。感人的时候，我们再说，谁让他写这么感人？再看原来是有这个背景，其实是这样，而不是说先看背景，说我现在背景说这条歌讲到这样不可能，因为我们骗不了我们自己，好不好听，我们自己有没有感动，骗不了我们自己。当然我比你先较早听，我自己先听了，再介绍给大家。所以这些其实我是很想。让政府官员们，你们在办这些音乐的人，你们能不能听听我们的声音？这些好听的音乐纳入你们在做国家庆典，还是在做那个有关怀念，还是写的歌而不是只是讨好大众这可能大家都爱听，结果其实是不是很能够代表我们的音乐文化好，那你在大家有什么问题无？讲完了不敢问啊，好，下次我再好好控制一下时间谢谢各位的光临，跟大家重会多谢大家，谢谢。